再來看中壢油行致癌油品的問題是個繼續在傳燒。泰山公司昨嘛發聲明，向社會大眾來回釋咧，嘛講要捐出3000萬來提升檢驗的設備。中盤商嘛表示講無排除要來向中壢求償。嘛有未少學校營養午餐嘛用到有問題的油，家長嘛真煩惱。中壢油脂驗出致癌物苯苯比事件繼續咧燒，就連學校營養午餐嘛互牽到。根據教育部統計，目前有20個縣市，861間學校，閣有334間幼稚園，疑似有用到問題油品。有立委認為，予這當咧發育的囡仔食到致癌油，應該將營養午餐的費用貼向家長做補償。很多的學校都受害，那請問教育部與地方政府是否有這個討論？將營養午餐退回給家長，退款的部分，那個涉及到一些責任跟契約的部分，我們會進一步來了解來處理。那大同因為部分沙拉油捌用中壢原料油，已經預防性落架9項產品。大同董事長吳明昌表示，損失已估新台幣數千萬，會進一步評估，敢要甲頂油廠商中壢要求賠償。下架的那個一些費用，還有退油燈等之類的，那我們到時候再實際看清實際情形來決定。外界質疑政府要求業者大規模預防性落架，恐驚衝擊店頭的生計，而且苯苯比超標的原因也未釐清。對此，衛福部長趙宗良表示，全面預防性落架目的是保障食品安全，無代表所有產品攏有安全疑慮。未來食安制度會為強化源頭管理等5大方面來加強。會從強化源頭管理、強化製程管理、強化通報管理、強化這個品質管理以及強化數位治理這5個部分呢，那麼來處理。面對一個在社會責任上有重大缺失，而且刻意延遲通報、隱瞞事實的一個民間廠商，我們唯有中央地方團結合力，一起把這個事件清楚的釐清，國人才能在食安問題上得到更多的保證。行政院長杜英泰15出席台中亞洲大商聯合總會理監事會開幕典禮，伊批評中壢刁工延簽通報隱瞞事實，佮點名肯定台中市長羅秀燕。佇接到通知了後，隨甲衛福部聯手命令中壢油脂停工落架。那中壢投資廠商之一泰山企業，就是暗時發聲明，甲大眾回釋咧，詳細強調全面停止大豆沙拉油相關產品去賣，佮要捐3000萬支持食品檢驗設備的採購，佮有認得。台北市嘛公布上新受到牽連的廠商名單，增加84間業者，其中有包括經營連鎖品牌的插甲厝鬆餅的卡威有限公司。記者綜合報道。